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原子弹爆炸75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达赖喇嘛尊者对诺奖得主约翰莫修病逝表示哀悼；西藏前政治犯阿妈阿德不幸病逝。司政洛桑桑格出席加拿大众议院家中关系特别委员会的网络听证会。司政敦促中国回应联合国专家关于提供第11世班禅喇嘛下落的要求。选举事务署宣布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正式启动。西藏人民议会致函纪念印度国会议员阿马尔辛格逝世。4名英国藏人发起名为“走向西藏”的和平游行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美国于2战期间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75周年纪念日之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声明，敦促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重新致力于使和平成为人类生活的核心。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中表示，当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通过对话解决，而不是使用武力解决。我们需要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非军事化的世界。战争意味着杀戮，暴力导致反暴力。我们需要制止战斗和武器生产，并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此外，因西藏青年学子之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8月4号至6号为期3天，在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达兰萨拉的勤宫内，透过视讯直播，向西藏青年学子开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并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在回答有关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慈悲心和依赖性的问题时，尊者承认我们大家都有自我珍惜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到彼此之间如何互相依赖，就会明白珍惜他人是多么重要。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对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缔造者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约翰莫修不幸病逝表示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逝者遗孀的调研信中指出，约翰莫修先生在解决冲突中致力推广和平与非暴力理念，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漫长或困难，他都坚持下去了，并且他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生。另外，曾在中共监狱中服刑时间最长的西藏政治犯之一扎布仓阿妈阿德于8月3号早晨不幸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病逝，享年88岁。阿妈阿德于1932年出生在西藏康区娘荣，现中共统治下的甘孜州兴隆县，曾于上世纪50年代末因参加抗议中共入侵西藏的运动而被捕入狱27年之久。1987年，阿妈阿德辗转流亡到印度。在抵达自由国度后，阿妈阿德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勇气，为本民族的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事迹，使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他是藏人抵抗中共入侵以及勇气和爱国主义的象征。从此，他多次出现在国际会议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中共入侵西藏后给西藏人民带来的苦难，给西藏文化造成的毁灭。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四8月6号晚间，透过网络出席加拿大下议院家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举办的首次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听证会。司政洛桑桑格作为听证会的第一位发言人，在发言时指出，世界各国正在面临中共的挑战，因此敦促加拿大政府加大支持和维护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民主盟友或志趣相投的国家。
司政罗萨桑格还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即通过一项议案，支持和承认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为西藏人民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据了解，该议案作为加拿大的一项政策，已得到委员会们的审议，在即将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进行适当的讨论。包括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大卫·穆罗尼、加拿大国会议员杰夫·里根、自由党议员丹·阿尔巴斯、保守党议员斯特瓦·伯杰龙、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议员杰克·哈里斯等政要出席了当天的网络听证会。与此同时，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二8月4号欢迎5名联合国独立任务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提供关于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的下落及时和详细的细心。5名联合国专家在今年6月2号发表的声明中，对2个问题表示严重关切。第一，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持续强迫失踪的问题；第二，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及少数民族的宗教传统和习俗，以及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相关法令和规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周三8月5号宣布，根据流亡藏人宪章和流亡藏人选举法相关规定，始于2021年的司政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正式启动。2021年大选将选举第5届直选产生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为了获得正确核实的选民登记名单，选举事务署指出，所有区域选举委员会以及广大民众确保有资格投票的人进行登记。在新闻发布会上，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还推出新建立的官方网站。为提高藏人的选举素养，新网站将精简地提供有关流亡藏人选举、流亡藏人宪章和流亡藏人选举法、选民教育、选举事务署公告、历年选举结果和其他相关资源和信息。另外，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前社会党领袖阿尔马辛格于8月1号在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逝世，享年64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在得知视讯后，随即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议长白马琼乃在调研信中写道：“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曾有幸拜会他，并将他视为对我们的自由事业提供长期支持的杰出的印度政治家之一。因此，他的离世不仅是印度人民的损失，也是我们藏人的损失。”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为加大英国各界民众对中共统治下少数群体人权状况的关注，4名流亡英国的藏人于本周三8月5号从英国布里斯图尔科斯顿雕像的普林斯遗址举办了一场名为“走向西藏”的和平游行活动。据了解，举办此次和平游行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藏人困境的认识，包括中共在西藏、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政府及其人民的支持。英国国会参议员凯里·麦卡锡、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居住在英国布里斯图尔藏人社区的成员，以及支持西藏人士等出席了活动。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